在当今社会，情感关系的复杂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。无论是恋爱、友谊还是家庭关系，这些情感联系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因此，理解和维护这些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本文将从第三者的视角探讨恋爱、友谊和家庭关系的建立与维护，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。1、恋爱关系的建立与维护。恋爱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连接，通常伴随着强烈的情感波动。建立和维护健康的恋爱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和理解。有效的沟通是恋爱关系中的关键。双方应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并且学会倾听对方的想法。当出现矛盾时，冷静地讨论问题，而不是情绪化地指责对方，能有效减少冲突。2、尊重与信任。在恋爱关系中，尊重和信任是基石。彼此应该尊重对方的个人空间和决定，不要随意干涉对方的生活。同时，建立信任也需要时间，双方都应该通过诚实的行为来增强彼此的信任感。3、共同的价值观。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和目标可以增强恋爱关系的稳定性。无论是对未来的计划、家庭观念，还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，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共识都能促进关系的和谐。4、保持个人空间。虽然恋爱关系中需要亲密，但保持适度的个人空间也非常重要。每个人都需要时间去独立思考和发展自己的兴趣，这样才能在关系中保持健康的平衡。2、友谊的建立与维护。友谊是一种珍贵的人际关系，朋友之间的支持与理解往往能够帮助彼此度过难关。真诚与信任。真诚是友谊的核心。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，分享彼此的喜悦与困扰。建立信任需要时间，但只要双方都努力保持诚实，就能建立深厚的友谊。2、支持与鼓励。在朋友遇到困难时，提供支持和鼓励是至关重要的。无论是倾听对方的心声，还是主动提供帮助，这些行为都能增强友谊的联系。3、保持联系。随着生活的变化，朋友之间的联系可能会减少。因此，定期主动联系对方，无论是通过电话、信息还是面对面聚会，都能帮助维持友谊的稳定性。4、包容与理解。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朋友之间应该学会包容彼此的不足，理解对方的情况，并愿意接受彼此的缺陷，是深化友谊的重要一步。3、家庭关系的建立与维护。家庭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情感联系之一。家庭的支持和理解能够提供稳定的情感基础。有效的沟通。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和诚实的。定期进行家庭会议，分享各自的感受和想法，可以增进理解，减少误解。2、关心与支持。家庭成员之间应该互相关心，尤其在困难时刻，提供情感支持是非常重要的。无论是生活中的小事，还是重大事件，家庭成员的支持能够提升彼此的幸福感。3、共同的活动。一起参加家庭活动，无论是旅行、聚餐还是简单的休闲时光，这些都能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，创造美好的回忆。4、解决冲突。家庭关系中难免会出现冲突，这时候需要冷静处理，用理性的方式讨论问题，并且寻求妥协，能够有效解决冲突，维持家庭的和谐。4、总结。在恋爱、友谊和家庭关系中，建立和维护健康的情感连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。透过有效的沟通、相互尊重与信任、共同的价值观、包容理解等，这些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牢固和稳定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良好的情感关系都是人们追求幸福和满足的重要基础。通过持续的努力与关注，每个人都能在这些关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。